可唔可以講得比較簡單啲、清晰啲啦？我會認為咧，公民教育一定係需要嘅。如果公民教育咧，就係指簡單啲講嚇，教識我哋嘅年青人，教識我哋嘅同學，作為我哋嘅即係社會嘅一個公民，佢有啲乜嘢嘅權利，有啲咩義務，咁一定要做嘅嚇。因為呢個咧，往往你喺其他科目裏邊咧，未必一定好系統、好清楚、好深入講到俾你聽。咁我正話亦都講咗點解，譬如喺英國好多歐洲國家近呢10年，即係入咗呢個新世紀之後，都忽然之間強調呢個公民教育咧，就係佢哋發現咧，佢哋嘅年青一代個公民意識好薄弱，冇參與呢個公共事務，對政治冇興趣嚇。咁呢個係需要嘅。國民教育我哋而家嘅講法係多咗啲咩咧？其實國民教育都包含晒所有公民教育嘅內容，所以將兩者就咁比較咧，我認為唔適當。除咗我哋所清楚嘅公民教育之外咧，有啲其他地方，我或者其他已經有比較成熟嘅政治制度，已經有比較穩定嘅一段相當長時間嘅歷史嘅嗰啲國家，佢哋嘅國民對於所謂嗰個國民身份咧，已經唔需要再特別點樣去考慮、去探討，亦都唔會有啲咩問題。大家都明白，我正話講對於一個英國人，佢清楚知道英國人咩一回事。你叫佢清楚都連晒英國人特點未必講得出，但係自己有種呢個感覺。法國人有種嘅感覺。我點解香港咧？我哋要諗，除咗我哋講正話講嘅公民教育，一般嘅地方、一般嘅國家所進行公民教育之外，我哋都要考慮一下個人同國家嘅關係，個人同特別行政區嘅關係，係需要做多少少咧？因為我認為呢個對香港嚟講咧係新嘅。因為97之前，香港人係冇呢個同國家之間嘅關係，起碼大多數人係冇嘅。我哋冇一個中國國民嘅呢種嘅身份，又冇變咗做有。我正話講過咧，喺其他地方，你要新進入一個國家，成為一個佢國家嘅新嘅一個國民或者公民咧，你都需要接受一定嘅呢啲所謂公民教育。咁所以呢一點嚟講咧，對我哋咧，我覺得會適用嘅。我哋特別行政區係一個真係好特別嘅地方。嗰個居民嘅權利義務係好特別嘅，同其他地方好難比。我直接話就舉咗個例，任何其他地方，譬如你喺紐約選州長、選紐約州嘅州長，或者選紐約市嘅市長，你唔係美國公民，你冇得投票噶嘛。你首先要係美國國民，你係美國人，你先可以選得州長、選得市長。但係你喺香港，香港係中國嘅一個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咧代表中央政府，代表北京嚟到管治香港啊嘛。但係你將來我哋行普選之後，你選行政長官你唔使中國人去選嘅，好特別嘅。咁即係一個咁樣嘅一個體制之下，一個一國兩制香港特別體制之下，我哋個人特別我哋就嚟要行使呢種公民權嘅個人，我哋要走向普選啦。同呢個特別行政區嘅關係係咪亦都需要探討下咧？如果我哋香港假如我哋走向普選之後，嗰啲行使呢個普選權嗰啲人，佢哋將自己睇成外國人，有啲人係咁嘅喎。我睇過啲咁嘅文章喎，我唔係中國人，我係外國人，但係我喺香港咧有呢個選舉權，我要行使呢個選舉權。如果我哋好多香港人將自己睇成我係外國人，因為基本法俾我權利，我喺度選行政長官，我覺得咧，咁點樣去維護特別行政區嘅整體嘅利益？點樣去維護呢個一國兩制嘅完整性？點樣擺正香港特別行政區同國家之間嘅關係咧？我係真係擔心喎。
應該喺我哋嘅公民教育當中都要注入一啲國民嘅責任、國民嘅身份嘅教育咧，我覺得係有呢個咁樣嘅現實意義，我哋理解係嘛？咁希望即係我哋同學咧，唔好就簡單比較到底公民教育好咧，國民教育好咧啊！我哋問一問咩係公民教育，咩國民教育先啱唔啱？我以為國民教育咧已經涵蓋咗公民教育嘅內容，一定要有。唔知仲有冇其他同學有提問咧？喂，即係指南針。曾先生你好啊，我係元朗商會中學嘅 E 班嘅表現成啦。咁我就想問嘅問題就係、即係政府早前推出咗個即係國民教育科啦。咁政府都即係市民都有好多迴響啦，而且部分市民佢哋反對國民教育科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佢哋自己嘅國民身份認同好薄弱啦。咁因為可能佢哋嘅國民身份認同係比較薄弱啦。而且佢哋嘅國民身份認同薄弱嘅原因咧，可能因為中國內地有好多負面嘅消息啊，諸如黑心食品啊，或者諸如呢啲咁嘅負面消息啦，令到佢哋嘅認同自己係中國人，都唔想認同自己係中國人，因而咧去反對呢一個科目啦，所以就唔想政府推出呢個科目，就令到自己啦或者其他香港嘅市民都被說服自己係中國人，同埋咧要愛國咁樣，咁咧係啦咁樣。咁樣咧就好似強行點樣推出呢個國民教育科咧，就造成咗一啲反效果喎，甚至有啲市民咧就覺得咧呢啲係一啲洗腦嘅教育啦。咁樣咧，咁我哋認為咧喺推行呢個國民教育科之前，係咪可能政府先將佢政府做好啦，減少呢啲負面嘅消息啦，爭取多啲榮耀啦，係國際間形象好啲啦，等我哋香港人自身有一個民族自豪感啦，自身嘅國民認同感加強咗之後咧，適合推行呢個國民教育咧。我嘅問題有啲長，好唔該晒。你講翻説話咧，裏邊有好多判斷啊，有好多你講咗好多嘢。但係裏邊咧，你講嘅內容我唔能夠有好多我都不能認同嘅。但係首先咧，你話而家好多負面消息，咁你又要我愛國，咁第一個問題我哋要問下先，係咪當個國家唔好講國家，當個政府好差嘅時候，我哋就唔應該講愛國，係咪咁？係咪當個政府好差嘅時候，你就唔好同我講愛國？我就冇一個義務去愛國，甚至唔應該愛國，係咪咧？同我諗呢樣嘢。當我政府好差嘅時候，嗱，今日我哋呢個世界咧，各位同學，仲係遠未曾能夠真係去到全世界咧都係大同世界，真係人人平等。而家我哋成日講話民主、公義、平等，對唔住，冚唪唥都喺國家之內嚟做嘅啫。譬如英國，佢係有好長嘅民主嘅歷史。喂，係英國嗰個民主嘅政府將中國當做個殖民地咁統治嘅喎。所以我同喺香港最後一個英國總督辯論過，嗰個叫彭定康先生，佢話我哋英國嘅雖然香港冇民主，但係我哋嘅英國民主咧就照顧埋香港。我話對唔住喎，你英國民主係咩咧？英國嘅國會議員係佢哋自己英國人選嘅。我舉一個例子，我有一年就知立法會去英國訪問，有一個英國國會議員一見到我哋喺香港嚟嘅咧，就鬧鬼我哋，話你翻去叫你啲飛機唔好咁夜先起飛嚟英國、飛嚟倫敦嗰啲飛機，因為你咁夜先起飛咧，你唔好咁早起飛，對唔住，你唔好咁早起飛，因為你咁早起飛咧，嚟到我呢度天空光，嘈醒晒我啲選民。
民主，點會照顧你香港人利益啫？啱唔啱啊？佢哋嘅民選出嚟嘅議員，梗係考慮佢選民利益啦。喂，我係香港選出嚟嘅，坦白講，如果香港同元朗有矛盾啊，我都唔幫元朗啦，我都要幫香港啦，對唔住啊！因為我係香港人選出嚟噶嘛，所以嗱，咩叫民主啊？係佢自己國家裏邊嘅民主。咩叫公義啊？國家裏邊嘅公義，佢有冇人人生來平等？就係個文明嘅，有咁長嘅呢個民主歷史嘅英國，佢從來有冇將全世界人當做平等咧？都唔係，如果平等咧就會有搞殖民地啦，唔會嗰啲鴉片賣嚟中國啦，啱唔啱啊？所以咧，對唔住啊，今日仲係國家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體制。今日仲未能夠真係去到國際主義，即係話無分國界，大家完全平等係唔得嘅。好啦，我哋喺香港咧，同學有得選擇嘅喎。你話中國好差，呢個政府好差，等個政府好咗我先翻嚟愛國啦。得，我而家唔做中國人，你有呢個權嘅喎。你嘗試有其他國家嘅國籍咯，放棄中國國籍咯。都有啲人係咁㗎，但係而家咧，我哋唔係喎，我哋有啲人咧，你諗下，我同大家講嘅就97之前咧，我哋就因為冇國家，就冇咗呢個國家嘅庇護嘅呢種咁樣嘅權利。而家唔係你，菲律賓前年發生嗰個咩槍擊事件，邊個去同菲律賓政府去出台？中國外交部啊，係咪？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喎。前年就係嗰個叫做咩茉莉花咩阿拉伯之春啊，埃及哇嗰陣發生呢啲動亂，好多國家都要撤僑，因為你唔知佢點啊。咁好多中國人喺開羅喺埃及首都。包括有香港人，邊個政府派飛機車佢哋走啊？送佢哋走啊？中國咯，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喎。喂，如果你唔係呢個中國籍嘅人，你冇權做呢啲嘢嘅喎。嗱，今日嘅世界因為咁喎，有啲咩世界其他地方，你如果作為個中國公民遇到咩事幹，你靠邊個咧？就靠而家呢個政府。靠而家呢個國家去即係幫你手去關照你喎，所以護照就咁解喎，你揸住護照先有得照你喎。如果唔係你就冇嘅喎。我哋以前揸嗰種嘅身份證明文件咧係冇呢個護照呢個咁嘅功效嘅喎。好啦，所以你有得選擇。如果你話我要享有作為一個中國人、中國國民、中國公民嘅權利，咁樣你就唔能夠話而家呢個政府咁差。我唔愛國咩咧？嗱，我係想同我講下，愛國呢種愛咧，同埋你愛爹哋媽咪，甚至同兩夫婦之間，或者我哋咩年青人談戀愛嗰啲個係兩回事嚟嘅。你愛國咧，覺得攬住國家錫佢幾啖嘅，亦都唔需要嘅。亦都唔使朝朝早起身講話中國我愛你，唔使咁嘅，唔係咁樣嘅。我嘅理解，即係大家一齊嚟維護呢個國家嘅利益尊嚴。如果政府做得曳，政府本身就損害緊國家嘅利益同尊嚴，我愛國我就譴責嗰個政府。如果個政府係冇得救咧，喂，如果你真係愛國冇得救，你咪搞革命咯，孫中山愛唔愛國，推翻滿清。係咪腐敗嘅滿清政府唔能夠話而家滿清政府咁腐敗，我哋又話唔愛國咯，係咪走晒過去做外國人？唔係咁嘅喎，係咪？咁所以大家諗清楚。好啦，跟住咧我哋話爭取普選，香港就要最激嘅民主派話爭取普選，都係要爭取中央俾香港普選喎。咁你承認咗呢個政府喺度？無論你而家覺得個政府係有幾多嘅缺點，有幾多問題，除非你下定決心，我搞革命推翻，否則嘅話，你就要按照
照呢一個咁嘅框架之下嚟到去爭取你嘅。好啦，咁你要行使你嘅公民嘅權利，你要投票選舉，你係咪自己應該問一問？因為權利同義務咧兩樣嘢分唔開㗎。我行使權利嘅時候，我對於我而家要選出嚟管治呢個地方嘅呢個特別行政區，我有咩責任？我對於係落實一國兩制、負責執行呢一國兩制嘅中國政府，我有咩責任？我哋都要問下呢啲喎。我所講嘅愛國就係點解？所以我認為咧，因為而家咁多壞消息，政府咁差，我點愛國啊？我認為呢個係一個錯誤嘅諗法。全世界咁多個國家，有幾多個國家咧，真係啲人民完全覺得個政府好到不得了咧？我相信好少嘅，包括你美國在內。但係亦都唔係有好多國家咧，啲人民係認為個政府咧衰到咧非得要革命推翻佢不可。大多數情形都係大家接受咗呢個咁嘅政府，接受咗呢個體制，亦都係非常之唔滿意，有時好啲，有時差啲，有時非常之差，係咪？但係大家都依然係維係嗰個國家喺度，唔想做亡國奴，亦都唔係話一聲拜拜就走咗去做第二個國家嘅國民，係咁樣噶嘛？係咪？咁所以請大家即係呢個其實就係國民教育嘅一部分嚟咯。咁點樣洗腦咧？係咪？大家值得探討。我希望同學有機會嘅話，喺學校裏邊自己都開始一啲辯論啦，冇問題嘅。大家可以即係通過唔同嘅意見嘅交鋒咧，去搞清楚到底一啲基本嘅道理到底係點。剛才有香島中學嘅同學想發問，請有關老師遞咪俾前排嘅男同學。曾志成我係來自香島中學，我想問你咧香港係一個國際城市啦，唔止淨係得中國人，仲有其他族裔嘅人。咁如果你夾硬咁樣推行國民教育咧，你覺得對佢哋公唔公平咧？非常好啦，呢個又要澄清一樣嘢。我喺另一個場合咧講過剛才類似一番説話咧，就有一個外國嘅總領事走嚟問我：各位聽講你淨係中國人，你認為淨係中國人先至可以行使公民權？喂，呢有啲種族歧視喎！嗱，你只話講話族裔同埋國籍咧係兩件事嚟嘅。大家都知道中國咧係個多民族國家，我成日講中國都有50幾個、56個民族啊，56個民族啊嘛。咁好多少數族裔喎，佢哋係咪中國人？啲中國人嚟喎。嗱，大家知道香港有啲咩少數族裔咧？我哋你咁問我哋好熟悉啊。就算喺元朗咧，都有好多少數族裔喎，有尼泊爾人，有巴基斯坦人喎。尼泊爾裔巴基斯坦，我話俾同學聽，巴基斯坦裔嘅人咧，而家咧其中有唔少入咗中國籍㗎，佢哋中國人嚟㗎。有冇見佢鬍鬚立突、黑掹掹、神高神大，中國人嚟㗎？佢講烏爾多文、烏爾多文，但係佢中國人嚟㗎。所以嗱，你係中國人，你就有權享有中國人嘅權利，好似胡錦濤主席咁講，分享呢個咩中國人嘅尊嚴同埋榮耀當然中國人如果衰咗，你又要咩中國人俾我啦，即係榮辱與共，但你享有中國人嘅權利。所以，譬如就算你係少數族裔嘅人，你都可以攞到特區護照嘅喎。佢都攞特區護照㗎，但當然有啲人唔願意嘅，有啲佢睇睇先，有啲佢攞咗英國護照，咪繼續係英國籍咯。咁即使佢係外國人，佢喺香港咧，按照基本法，如果佢喺香港住滿7年，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佢一樣可以去投票，一樣可以參加香港嘅選舉，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安排。
喺呢一個層面上邊咧，就算佢係外國人，佢都唔受到任何障礙。但當然你如果要去到內地又唔同啦。譬如我哋揸特區護照嘅人、揸回鄉證嘅人翻去，同埋你揸個外國護照嘅人翻去咧，當然個待遇同啲外國人，因為全世界任何國際性嘅城市都會將外國人同本國人分開喎。東京係國際性嘅城市咯，倫敦、紐約都係國際性城市啊。但係咧，你個外國人去到呢，就係外國人待遇，你就唔係本國公民待遇，係咪？咁所以我哋要分開中國人。唔一定係好似你同我咁樣嘅，你譬如新疆人嘅維吾爾族咧，佢似呢個歐洲人多過似我哋㗎，係咪？咁所以冇呢個種族嘅歧視喺度，我哋唔同族裔嘅人都係中國人，但係你入中國籍，唔要中國籍，或者你本來係有中國籍，你放棄咗佢入去外國籍，呢個本身係你個人嘅一個決定，你亦都要為呢個決定去承受所有嘅嗰個後果，應該係咁樣，係咪？曾主席稍後將有其他活動進行，請其他同學把握機會發問。而家係最後一條問題。問過後面有女同學，不如俾個女同學問下我。唔好意思，喂，你問咗先，我聽埋後面個女同學。因為正話主持同學喎，最後一條。周先生你好，我係元朗商會中學 5B 嘅陳康俊啦。咁你頭先講過外國可以譴責政府啦。咁而家中國好有限俾香港人參與中國嘅政治喎。咁你認為我哋點樣先可以表達到我哋嘅聲音，而中央亦都係聽到嘅咧？多謝。後面嗰同學問下。周先生你好，我係嚟自18鄉中學嘅學生啦。咁國民教育咧係為咗培養香港人對國家嘅情感，但係情感咧係我哋個人嘅感受，唔應該用教育去控制我哋嘅情感，係應該發自我哋嘅內心啦。你認為除咗教育之外，仲有啲咩方法可以改善我哋對國家嘅觀感咧？而另外你又認為點解而家咁多香港人係咁抗拒去接受有關中國或者係共產黨嘅知識，咁怕被洗腦呢？想答咗呢邊呢位男同學個問題先。你話而家中國係有限度地俾香港參與，咁我哋一國兩制喎，同學。調翻轉頭咧，香港人更加有限度地唔俾內地嘅人參與香港喎。李光出嚟噏兩句嘢都鬧佢收聲喎。啱唔啱？咁大家要公道先得㗎。我哋而家一國兩制就我哋香港就係我哋香港特別行政區。你如果要參與，唔係㗎，你可以成為一個中國公民。你知唔知而家香港有啲年青人去咗內地做官㗎？你知唔知啊？我今年3月喺北京咧撞到一個後生仔，30零歲嘅啫。佢係喺唔記得邊個省份，唔知喺雲南嘅省份嘅一個鎮嗰度做唔知副鎮長定咩啊？喺香港翻上去㗎，即係你調翻轉咧，香港人或者香港住滿7年以上，佢以前喺個中聯辦做嘢，而家其實就落咗嚟攞咗香港嘅永久居民身份證嘅，走去參選咗做區議員，你都要鬧佢。喂，我哋真係有限，非常有限度地俾呢啲內地出嚟嗰啲人參與香港嘅事務喎。知唔知嗰件事㗎？即係好似係呢個觀塘嗰邊係嘛？一個喺佢以前喺中聯辦做過，而家咧已經退晒休，成為香港嘅永久居民，佢出嚟參選，香港市民一人一票選嘅啫，都俾人鬧。哇！你咩中聯辦干預香港？咁嗱，我哋始終你係一國兩制，一國兩制。我哋清清楚楚嗱，香港嘅制度，譬如香港立法會唔受內地管嘅，唔係由內地嘅人大或者廣東省又好，甚至全國人大嚟到指示香港立法會點做，我哋唔受佢管嘅。咁調翻轉頭咧，你調翻轉頭，唔係喎，我哋立法會議員要走上去發表意見，要管內地咁，係咪有啲唔係好公道咧？我哋唔俾佢管嘅喎。只要你話
點樣先至可以使到我哋嘅聲音俾中央聽到？你放心，聽晒啦。老實講，邊個人喺香港講嘢，長毛講啲乜嘢冚唪唥啲咩？我相信啊，咩溫家寶咁冚唪唥都知道。所有嗰啲翻去內地同內地官員接觸過，尤其是負責香港事務嗰啲人，完全都知道，即係內地呢啲主要官員咧對香港發生啲咩事咧，係好似香港咁透明嘅事幹，一個社會。你話點樣先使到我哋嘅意見喺上邊聽到晒啦？國民教育香港人反對，你估上面聽唔到咩？實聽到啦，啱唔啱？所以唔使擔心喎。所以你話參政係一件事，參與個公共事務管治呢個係一件事，發表意見係一件事。後面嗰你同我問，你講得啱，但係咧，你講成好似教育，你話除咗教育之外，仲有啲咩可以培養我哋咩對咩國家啲咩感情等等？我正話都講咗咧，冇錯，國民身份認同咧係一種感覺，係一種感情，唔係一種宣言，唔係一種一個條文。但係教育亦都唔係淨係講條文嘅喎，同學，係咪？我哋教育咧都叫做咩知情意行啊嘛，即係除咗知識之外，仲要講你嘅嗰個情感態度，仲有參與實踐㗎嘛，係咪啊？咁我哋進行緊嘅呢個國民教育，我認為啊，我哋啲學校過去呢10幾年一路做開嘅，其實有好多，亦都係着眼於俾同學自己親身去感受，然後去加深個了解嘅同時咧，亦都可能會有個態度嘅一種變化喎，係咪？俾你接觸下啲外地嘅人，你話啊，淨係知道哇叫咩話蝗蟲嚟嘅咁講，你真係有機會同佢哋啲嘅內地年青人、內地同學傾下，了解下你嘅虛心嘅態度，我哋發覺咦唔係喎，有好多佢哋都有好優秀嘅一啲品質值得我哋學習嘅喎，係咪？你會見，所以我就唔認為咧，我哋要點樣去隔絕？有啲人話我哋要做防火牆，唔好即係唔好俾內地啲嘢侵蝕我哋。我哋怕咩？我認為我哋係比佢叻嘅，我認為我哋呢個制度係比佢優越嘅，只會有我哋同化佢啫，點會俾佢侵蝕咗我哋？嗱，呢啲咁樣嘅交流接觸咧，本身就係一種教育嚟嘅，本身就係一種教育。我哋唔好就走喺一個極端。嗰排講話反洗腦嘅時候咧，連話請啲咩內地嗰幾個太空人嚟香港講嘢，都話要洗腦。請嗰啲倫敦奧運金牌運動員嚟，中國運動員又話洗腦。喂，大佬，你咁啊，梗係乜都做唔到啦，啱唔啱？所以話教育咧本身亦都唔單純係一種理論嘅灌輸，唔係話喺堂上同同學講你要愛國，你要愛國，國家點好，咁就達到目的嘅，一定唔得嘅，梗係唔得嘅。要俾大家去自己觀察，俾大家去批判、去分析，好嘅要講，唔好嘅亦都俾大家知道，大家去討論下點解咁差咧？點解今日中國仲唔能夠實行一人一票選呢個國家主席咧？大家可以探討去研究嘅，係咪？咁先至加深到你對國家嘅了解，先至可以講話呢個身份認同問題。仲有咩話？你同好似仲有一個問題，仲有咩我唔記得啦？唔好意思，我長期講多咗。你認為點解現時大部分香港人係咁抗拒？冇錯，對唔住，我又唔同意你呢個講法。我並不認為香港人大部分係抗拒呢個國民教育喎。抗拒嘅人咧係發出好響亮嘅聲音，呢個係真。我有理據嘅喎，同學。大家都知道咧，反國民教育即係嗰個做得最協合嘅時候、最強烈嘅時候，係立法會選舉嘅時候，啱唔啱？立法會係9月9號選舉，9月9號前嗰個禮拜咧，政府總部咧枕住好多人喺度反國民教育。嗱，當時有人問我：張學成，你驚唔驚啊？你反國民教育喎，會唔會即係使到你啲建制派咧失票輸晒啊？我話唔係喎，我感覺唔係咁喎。
因為我嗰段時間咧，日日喺條街度喎，好多人埋嚟同我講：曾生有冇搞錯啊？國民教育都反對。喂，曾生啊，我如果選翻你入去，你一定要撐國民教育啊！喂，曾生呢樣嘢你要支持政府啊！好多人講我。仲有，我未同在座嘅元朗區嘅校長傾過，但我可以話俾大家知，我認識嘅校長當中喺香港度，好多校長私下同我講：死啦，曾議員點算啊？我哋成套嗰啲咩國民教育啲計劃出晒嚟，家長都開咗嗰度贊成㗎啦。但係我哋一話搞，哇！仲有幾個人走嚟門口開始嘈我哋，又要嚟監察，好煩喎，點算啊？係咁喎，咁所以你話係咪真係全香港大多數人反對咧？我唔認為係咁喎。當然我正話已經講咗啦，我並不認為所謂叫做硬推一個獨立嘅必修科係一個好合適嘅做法。但係咧，其實我所知咧，仲係有唔少學校咧，而家仲係一路做緊，或者唔叫做國民教育，你話叫公民教育，叫公民教育咯，但係其實教都係教嗰啲嘢嘅，就講。所以我唔認為係大概嗱，我自己咧都管緊3間學校，一間中學，一間小學，一間係中小學一條龍，我哋全部攤出嚟同啲家長傾，講要唔要做呢個國民教育。校長話我知，我唔係校長啦，但係校長話我知，其他有老師在旁邊作證，證實校長冇講大話呃我。校長話佢講完俾啲家長聽，話佢點樣做國民教育，全場鼓掌。咁樣，我哋嘅小學又係咁，我哋嘅中小學一條龍又係咁樣，所以我唔認同呢個講法。如果我哋推行教育嘅方式係做得唔好嘅，應該改。係應該改好佢洗腦人都反對㗎。你點樣洗腦咩嘅思想嚟洗人哋腦都唔啱。你洗腦式咁叫人哋愛國唔啱，洗腦式咁樣叫人哋憎共產黨愛國亦都唔啱，係咪？講道理啫嘛。所以我哋個做法係，我認為個問題，我哋點樣去做得更加好嘅問題，就唔係話呢個。大多數人都反對，佢點算啊？時間都差唔多啦，今日嘅講座要接近尾聲。我謹代表元朗區公民教育委員會及在座各人，再一次多謝曾鈺成議員 GBS 提名新事。各位參加者離開禮堂前，先填妥放喺座位上嘅問卷，然後放喺出口嘅收集箱入面，以便主辦單位檢討成效。此外，大會亦安排咗紀念品與各位